最快的 AI 集群不僅受到數學的限制，它們受到運動的限制。當成千上萬的處理器交換訓練資料時，晶片之間的路徑可能成為瓶頸。因此，該行業正在將更多的這項運動推向光明。這是Qualcomm直光子學知識專題。為什麼從電力開始的數據越來越多地轉化為光？透過光纖移動，並在另一端轉換回來。心理模型很簡單，電子計算、光子傳播，電子產品仍然遵循邏輯。當距離、頻寬、力量開始受到傷害， AI 訓練在加速器之間移動大量中間結果。再次，同走線和可插拔光學器件仍然很重要，但是電損耗的代價、熱量、延遲和連接器複雜性隨着每一代產品的發展而增加。直光子學可以出現在3個地方：前面板上的可插拔收發器、開關晶片旁的共同封裝光學元件，以及靠近處理器的光學斜線路小晶片。銅並沒有過時。對於非常短的連接，它可以便宜、直接且速度極快。當連結變長，資料速率上升時，問題就開始了。而且信號需要太多幫助才能保持可讀性。快速電信號並不是沿着電線傳輸的乾淨矩形，它以高速傳播、反射、衰減並耦合成鄰居。因此，電路板需要均衡、重定時器、屏蔽和仔細的布線。痛苦的數字是每比特的能量。如果移動一點會消耗太多能量，集群將能量花在通訊而不是計算上，而且熱氣給加速器留下的空間越來越少。頻寬密度很重要，因為前面板、主機板且包包的空間是有限的，每秒必須容納更多的位元通過連接埠、光纖、引腳和邊緣，而無需將硬體變成加熱器。傳統的光學模組在盒子的前面將電轉換為光，那行得通，但電信號仍必須從開關晶片傳輸到模組，透過板積、連接器和耗電的支援電路，在封裝內部銅可能會獲勝。在整個機架中，光纖通常會獲勝。穿過行或建築物，光鏈路成為實用的答案。因為玻璃可以傳輸高速光，遠距離損耗低。延遲部分與距離有關，也與電子設備有關。連結可能會在重定時器、串列器 DSP、緩衝區和協定恢復上花費時間。消除不必要的轉換與縮短電纜一樣重要。當一個集群包含數千個光模組、線纜、龍子時，和連接器，失效機率成為系統設計問題。光子學不僅僅關乎速度，它還涉及減少零件和故障點。處理器可能很出色，但如果資料在邊緣等待，作業就會停止。直光子學是對這邊緣瓶頸的回應。如何在不花費全部功率預算的情況下，移動更多資料？直光子學意味着用半導體方式建構光學元件流程，所以波導、調製器、光電探測器，有時雷射可以靠近電子電路，而不是體積龐大、獨立的光學器件。波導是晶片上的光路，代替承載電壓的銅積線。狹窄的光路限制光速，並引導它通過彎曲、分光器和耦合器。調製器將信息寫入光上，它根據電數據流改變光信號，將位元轉換成接收器可以解碼的模式。在遠端，光電探測器則進行相反的操作，它感知到達的光，並將其轉回數位化的電信號。邏輯可以用，光需要一個來源，一些系統使用遠程雷射。英特爾在其體積直光子平台中強調偏向整合雷射，此架構取決於功率、可靠性、
可維護性和封裝。波分幅用允許多種顏色的光共享一根光纖，每個波長都可以攜帶數據，因此一條物理線變成了一條多車道高速公路。光子積體電路是城市光路部分，它路由光組合波長、分離信號、接收信號，並透過微型耦合器連接到光纖。電子積體電路是電氣夥伴，它驅動調製器，放大接收器信號，處理時鐘，管理控制，並與交換器或處理器對話。硬整合問題是電子學與光子學的結合。台積電將 CuBe 描述為一種 ICP 整合方案，旨在減少耦合損耗和適合共同封裝的結構。值很重要，因為該行業已經知道如何建模測試，並縮放晶圓上的微小結構。承諾不只是光，它是根據半導體製造原理製造的輕型產品。這不僅僅是一個實驗室的想法。英特爾稱其光子積體電路出貨量已超過800萬顆。自2016年以來，線上整合雷射數量已超過3200萬個。跟隨一點，它從晶片內部的電壓開始，驅動調製器，改變光速，穿過光纖，撞擊光電探測器，並再次變成電壓。在發送端，驅動器必須高速乾淨地推動調製器，擺動幅度太小，噪音太大，或者糟糕的時機會讓一個美麗的光學想法變成錯誤。在接收端，偵測器電流很少，因此放大器和恢復電路必須重建數位信號，而不添加太多。噪音很大，功率或延遲。英特爾的 OS顯示在 CPU 之間的跳線上使用單無光纖平台。重要的一點是達到光纖為斜線，可以跨越對於密集的電氣鏈路來說是痛苦的距離。英特爾表示其首個 OS顯示支援64個通道，每個通道32GB，每個方向的第2名。該機制是並行性，許多通道的資料同時移動。相同的英特爾 OS實作被描述為支援高達4泰比特斜線。第二次雙向資料傳輸，這就是 AI 感興趣的封裝級光學斜線路的規模系統。光鏈路仍然需要工程學科，設計人員管理眼圖將開度、誤碼率，需要時進行前向矯錯、溫度漂移和連結訓練。光子器件對溫度敏感，微小的波長偏移會降低雷射、環、濾光片之間的對準度和探測器，因此控制回路和熱設計成為連結的一部分。讓晶片發光是物理挑戰之一。耦合器、光纖陣列、對準、插入損耗和適用性決定了光學引擎是否可以製造和修復了。光有助於運動，但不能解決所有問題。雷射消耗能量，耦合失去光，控制回路需要電子設備。只有當整個系統擊敗電氣替代方案時，光子學才會獲勝。共同封裝的光學源現將光學引擎移至交換器亞色旁邊，而不是將轉換留在前面板上。目標是在高速電氣路徑變得昂貴之前縮短它。在可插拔設計中，電信號在變成光之前穿過板距離。在 CPU 設計中，轉換發生在開關值旁邊，因此最壞的電力運行時間要短得多。NVIDIA 表示其最新平台中的共同封裝光學源現可以降低功耗最多3.5倍，並將彈性提高10倍，將這些視為平台聲明，但他們表明了為什麼這是戰略性的。Broadcom 宣布了51每秒2泰比特的 CPU 液態網路交換器平台，稱為 Bailey， 使用8個6 Tomahawk 5交換器，周圍每秒4泰比特的直光子光學引擎。值
Broadcom 表示，Bailey 提供超過70%的光學互聯能力，與標準可插拔光學元件相比，可節省成本。這就是為什麼開關光學器件成為電源架構問題的原因。CPO 不會使纖維消失，它改變了轉換發生的地方。前面板仍然需要密集的光連接器、光纖管理、服務訪問以及可更換的光源或模組，取決於設計。將光學元件移入封裝中，也會改變熱量和可靠性要求。光纖引擎、開關ASIC、鐳射光源連接器、插座和冷卻設計必須作為一個系統工作。CPO 不是一顆晶片，它需要光纖、連接器、插座、鐳射籠、測試設備、組裝能力和系統製造商。Broadcom 的 Gen 3公告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它命名了生態系統里程碑。由於訓練工作需要更多的東西向流量交換器容量不斷攀升，CPO 是防止頻寬成長變成前面板電源的一種方法。和密度危機 ，NVIDIA 表示 CPO 可以透過避免 DSP 重定時器來減少延遲。更廣泛的原則很簡單，每個額外的清理信號的盒子都會增加功率、成本和延遲。下一步不僅僅是光開關，它是靠近處理器本身的光學偽斜線路。加速器可以將多肽比特資料直接傳送到光纖中，而不是對抗長電氣路徑。英特爾的光學運算互聯晶片與 CPU 和運行的即時數據，英特爾稱這是原型，但架構指向未來的 CPU、GPU、EPU 和 SoC 連結。Ayar Labs 將 TeraPHY 列為具有8個全雙供光纖的光纖偽斜線小晶片港口，每個連接埠16個 WDM 片，每個小晶片每秒4肽比特。Ayar聲稱光纖偽斜線可以提供5到10倍的頻寬，延遲降低10倍。與可插拔光學元件相比，電源效率提高4至8倍。電器 SATA 光學小晶片仍然需要封裝中的電器邊界。Ayar描述了 UCIe 支持，因為計算晶片和光學斜線路晶片需要一個在光接管之前交換位的標準方法。Ayar的方法將多波長光源與光學斜線路分開。小晶片，這有助於提高可維護性和熱放置，但它增加了纖維和包裝要求。亞亞爾表示，光學斜線路可以幫助加速器進行毫米級通訊公理，因此它們的行為更像是一個巨型處理器。這個說法並不神奇，它取決於軟體、拓撲和鏈路經濟性。光學斜線也暗示了分解架構，其中計算、記憶體，且加速器不會鎖定在一塊板上。挑戰在於讓遠端資源感覺足夠本地化並有用。一旦光學引擎與計算並駕齊驅，封裝佈局就會改變。設計人員必須為光纖預留邊緣空間、鐳射的熱路徑，以及進入主機晶片的短電氣線路。實際的未來是混合的，同先進封裝、可插拔光學元件、共同封裝光學元件和光纖偽斜線將共存，因為每個都以不同的距離、成本和潛伏點。還有一層光路開關，不再只是將光轉化為電來決定路徑。OCS 可以在軟體控制下對光路進行實體重定向。谷歌稱 Jupyter 整合光路交換與波分，多路服用超過8年。使用軟體定義的網路來改變硬體和流量的拓撲，改變了。Google 報告稱 Jupyter 的 OCS 和 SDN 方法將流程完成率減少了 10%， 吞吐量提高了 30%， 功耗減少了 40%， 成本降低了 30%， 停機時間減少了50倍。
關鍵思想是動態拓撲。如果一項工作需要不同的溝通模式，網路可以重新配置實體光路，而不是處理每個光路。機架到機架的路徑永遠相同。谷歌論文頁面稱，進化後的車隊中60%的流量採用直接聚合區塊之間的路徑，而其餘的則多行駛一個街區。較短的路徑減少了浪費的切換工作。OCS 通常不是分組交換器，它設定路徑，這使得它對於穩定的大流量來說非常強大，但對於需要立即逐個資料包的微小不可預測突發來說不太有用。決定培訓工作量通常會產生結構化的溝通階段。如果積物能夠識別並服務於這些階段，光交換可以使實體網路與工作匹配，而不是強迫。將作業轉移到固定的積物上，將光子學視為一個堆疊。封裝中的光學斜線路，交換器中的 CPU， 網路結構中的 OCS， 邏輯和控制仍然佔主導地位。困難的部分不是繪製發光的箭頭，是包裝。光纖引擎必須與光纖對齊，內高溫安裝在熱壓式旁邊，並保持可大規模測試。光子學需要晶圓測試，因為發現失敗的光學晶片成本高昂。當它進入包裝後，已知良好的光子晶片和已知良好的鐳射成為產量故事的一部分。每個光接口都有損耗預算。波度彎曲、分路器、光柵耦合器、邊緣耦合器、光纖連接和連接器在接收器看到它之前都會消耗掉部分光。如果鐳射是遠端的或可插拔的，由於可以更換故障的光源，因此可以提高可維護性。但該系統仍需要穩定的電力、乾淨的光纖和精心的安全設計。當光線必須進入微小的耦合器時，灰塵就很重要。連接器或光纖陣列上的火粒可能會導致系統故障，因此光學操作需要清潔、檢查和製程紀律。光子鏈路可能需要加熱器、感測器校準，並控制硬體以保持波長一致。這意味着可靠性是硬體加軟體的體現，而不僅僅是一塊被動玻璃。重集擁有者關心現場更換、監控和正常運作時間。光子學必須證明較低的功率和較高的密度不會產生維護噩夢。第一個可見的變化並不是發光的電腦大腦，這是無聊的基礎設施、更小的前面板功率懲罰、更短的電路徑、更密集的纖維和看起來更像光學系統的開關封裝。電子產品仍然贏得了邏輯、光子學移動資料。對於大多數數位決策來說，它並不能取代電晶體。未來是協同設計，其中光負責距離，電子設備負責控制。當你聽到直光子學公告時，請問4個問題：光源在哪裡？轉換發生在哪裡？每比特的功率是多少？系統的可用性如何？殘酷的事實是，光子學要麼在系統層面獲勝，要麼就不會獲勝。鐳射、耦合、熱漂移、封裝、測試、標準和軟體都必須緊密結合在一起。重點是這樣的：當距離和頻寬導致電力成本過高時，帶資料會像光一樣移動。直光子學是讓光高速公路更接近的製造途徑，需要它們的晶片。